今天这位来宾可以讲话吗？不行。不行讲话，不行。但是外面有卖 CD， 有反核废的，有反美丽丸。昨天晚上我有跟本来分享，不是昨天晚上，今天早上。昨天晚上有做梦，我跟本来讲说，我的梦里面有讲到的就是。因为听说马英九会去都兰，因为署名住都兰，他金曲奖的时候，中华民国总统之尊参加新闻局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去送给署名，所以他应该会来。可是对我来讲，我很想告诉你们的马英九总统说，那个法不对。不要再依法行政了，那个法是你们定的，再依法行政就没有公平正义。然后告诉他，原住民基本法先落实了之后，再有所谓的东法条例都不迟的，但是请不要依法行政。那是推脱之词，那是对这块土地的环境。这个跟下一首歌的关系是什么？因为没关系。Let my people free， 让这一块，让这一块属于海洋的岛屿国家，可以自由自在的。发展多元的文明 civilization。我们有3000公尺的文明，也有海洋的文明，当然也有水稻的文明。可是怎么可以依法行政呢？依什么法？中华民国的宪法是在中国，不在台湾的。台湾自己有台湾的法。That's the freedom。所以外面有 CD， 有反美丽湾那个角头音乐赞助的，有那么多的朋友希望这一块海岸可以被保护，这边的文明可以继续。可是他们听不懂啊，他们看不到吗 ？Are they blind？ 瞎了眼。这么美的空间，不是因为饭店才美的，而是因为我们自由自在的进进出出，从山上到海边。可是我的族群被搁浅了，就是这首歌叫《谢谢》。